你想第一時間睇到我哋嘅教學影片，就快啲訂閱啦！現在是寫宇宙這兩個字，兩個字的上偏方，俗稱寶蓋。佢就話啦，試寫下，我哋試下寫宇宙呢兩個字啦。呢兩個字嘅上面個呢一度咧，俗稱叫做寶蓋。好啦，邊個位啊？係啦，應該呢一度，即係呢一個。呢個叫做咩啊？叫做寶蓋，即係咧，好似個蓋咁樣吸住佢，個寶嚟嘅。誒，呢度有啲解釋啦。黃志源說：寶蓋是一頂大帽子，要能夠完全遮蓋下面的東西，那就是說，寶蓋要寫得夠寬大，下面的東西要寫得少一點兒。好啦，佢話咩啊？寶蓋咧係張大嘅帽嚟嘅喎，係咪啊？一張大嘅帽啦，要完全可以覆蓋下面嘅字。即係如果個雨字嘅話咧，唔可以超出呢個帽。嗯嗯，咁樣就合格啦。宇宙個宇字，即係話啦，寶蓋要寫得咧夠闊，下面嘅嘢咧就要寫得細啲，咁樣先至算係一個靚嘅寶蓋。明唔明？呢個又好有趣喎。不過我相信大家平時寫字咧都會跟翻個形狀，上面都係會寫靚啲嘅。係咪啦？你一定會覺得也和七這一類字很難佈置，也就是說，無論怎樣寫都寫不好。這可能是因為你把它們寫得太笨了。還有一點要注意，根據黃志源的說法，這種字的橫或不能寫平，要向上傾斜，字才會顯得清秀漂亮。你一定會覺得咧，佢就話你一定會覺得咧，也咧同埋七呢一類字咧都好難佈置啊！即係話啦，也就是說，即係話啦，無論點樣寫都寫唔好啊！呢個可能係因為咧，你將佢哋寫得太肥啦。仲有一點咧，就要注意嘅咧，就係仲有一點要注意，根據黃志源嘅說法啊，呢個書法家講呢種字咧，個橫筆唔可以寫平。有啲咩橫筆啊？也字可唔可以咁樣寫啊？你會點樣寫啊？平時如果橫筆嘅話咧，就成變咗咁噶咯。但係咧要向上傾斜，所以咧應該係咁樣上去，咦，同佢一樣咁樣，係咪好似真係靚咗喎？似翻個中文字喎。誒，我呢一度唔靚。呢一個橫筆就要向上傾斜，字才會顯得清秀漂亮，咁就會清秀同埋靚啲。好似係喎，呢一個點樣都清秀過呢一個喎。當然啦，你用鉛筆一定會寫得靚過我，你都可以試下，或者用毛筆就更加好玩啦，有啲挑戰。好，埋呢兩段先。第八啦，遇上左右結構的字，如果是左小右大的，左邊的旁邊就得往上挪動1.2。呢一個我再 confirm 係點樣讀下。例如呼吸兩字的口可以寫得高一點，但是如果是左大右小的，左邊的旁邊左邊的偏旁就要輕輕往下移。你說紅字的公喺呢個位寫得太高，
好不好看？當然不好看。同樣細緻的填也要放在較呢一個絞絲邊低1.2的位置。好啦，佢就話咧，如果遇上左右結構嘅字啊，即係好似呢啲又有左邊啦，又有右邊咁樣啦。如果係左邊細啲，右邊大啲嘅話咧，左邊嗰個偏旁就要向上移一點啦。呢個詞語嘅意思係移上去咁解。例如呼吸兩字的口，呼吸呢兩個字都有個口字邊啦，可以寫得高啲。哦，原來高啲先至靚，我而家先知喎。但係啦，如果係左大右小的右邊嘅偏旁，就要輕輕往下移，即係例如紅字就係、左大右小，係啦，即係個公字咧係要寫得細啲嘅。咁咧，公字寫得太高，好唔好睇咧？當然唔好睇啦。同樣啦，個細字嘅田，即係右邊呢個田字咧，都要咧低過呢個絞絲邊少少。嗯，呢個頭先個 example 啦，向上啲嘅呢一個咧，佢等帽吸住下面，唔可以超過呢一個位嘅噃。我見到口字寫高啲，絞絲邊啦，呢一度咧。個紅字唔會寫太高嘅，寫翻低啲。而家呢度啲空位喺度，見唔見到啊？個細字都係個田字呢度咧係低啲嘅，你會見到有個高低之分嘅喎，兩邊即使係同一粒字，真係好多技巧喎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睇第9段啦。有的字筆畫很多，那你就得好好地把它們寫清楚。千萬不要寫成一團亂糟糟的東西啊！有啲字咧筆畫係好多嘅喎，咁你就要好好地寫清楚，千祈唔可以即係撈埋一嚿亂七八糟咁樣啦，喺中間唔好撩。黃志源咧仲話將筆畫平均地分佈都好重要嘅喎，即係一個字咧係要平均分佈。點樣先至算平均咧？誒？怎樣才算是平均呢？那是指筆畫與筆畫之間的空位大小差不多。咁即係話咧，筆畫同埋筆畫之間嘅空位大細要差唔多。你會寫抑鬱sorry，你會寫憂鬱這兩個字嗎？來，看你能不能把筆畫平均地分佈。佢話你會唔會你識唔識寫啊？佢嘅意思你會寫即係識唔識寫抑鬱、憂鬱呢兩個字咧係憂鬱啊？嚟啦，睇下咧，你可唔可以將啲筆畫平均咁樣分佈？你而家可以攞支筆，攞張紙寫下呢兩個字筆畫平均咁樣寫。記得呢度有頂帽仔喎，所以記得下面咧呢啲位咧都係要俾個帽包圍住嘅，應該窄少少嘅。所以呢度應該會長啲啦，呢度有頂帽啦，呢啲記得呢啲話，你跟住寫嘅時候，入面嘅所有筆畫都要寫清楚。呢三撇又應該點樣寫咧？頭先有講過。好啦，第10段啦。黃志源憑着豐富的經驗，幫助我們把中文字寫好。上面列出的不過是其中幾個要點，你不妨照着他的指示多加練習，相信你很快就會看到自己的進步了。黃志源咧憑住豐富嘅經驗，即係佢有好多好多經驗，佢做過呢一方面嘅嘢，就叫做經驗啦。幫我哋咧將中文字寫好。上面列出嘅嘢咧，就係上面一啲法則啦，頭先我講過啲 rules 啦。只不過係其中幾個要點嘅啫。我哋咧不妨咧照住佢嘅指示咧就練習多啲，相信咧會好快就會見到自己嘅進步㗎啦。嗱，呢度有寫到呢個
係羅係拿動，唔係羅動啊嚇，sorry，頭先我講錯咗。哦，咁普通話咧就係、第二聲挪動，呢個係憂鬱，記得啦。暫時係咁多先。如果冇進步，我哋保證學費全數退還。我哋嘅學生進步率高達97%，喺我哋嘅 KMS 教學系統，除咗幫學生鞏固課文基礎知識，更重要嘅係教授考試重點、技巧、方法同埋必考題目，令你極速進步，考試攞高分。我哋今個月只收8位學生，成功登記參加免費試堂，仲可以額外得到藍牙耳機。快啲按下邊個掣登記報名啦！上堂見。